这个气候的变迁愈来愈激烈，粮食欠缺所引发的危机，就更加爱重视咯。真侪生命力强，阁会当抗虫害，而且好种好生团的野菜，慢慢将做人类食青菜的新选择。伫咧宜兰的三星乡，有国内第一间野菜学校，这间学校的教室拢伫咧户外。来上课的学生，不管是大人也者是囡仔，拢必须爱家己亲手来操作。创办这间野菜学校的关键人物是教育界，人叫伊是无敌校长的陈木成。伊曾经甲新北市几啊间的学校，拢打造做特色的国小。现任的校长黄兆庆是费尽心思研发多元的野菜的料理。继续，咱就来了解这场由田里到田道的野菜复兴的运动。8种植物你们在这个园区都找得到哦。那每一种植物注意听，每一种植物的话，有些是有毒的，有些是可以吃的，有些是很常见的植物。所以说的话，你们要想办法看图片去找到植物。大自然是教室，野菜是课本，土地声音是静啊声。这间学校真无同款，每个月只有2天的课程。无同款年纪的囡仔做伙上课。叫蛮单对的，这个东西就外面就有一点点可怕的。这有刺哦。这个白花后香鸡，对。照老师讲的，大人真足分辨野菜的种类，认真完成任务。囡仔看到树仔顶悬的火龙果，有够欢喜的。好耶！这是自然界给我们的粮食。可是我给你的图片里头没有火龙果。你中午有加菜就吃这个了。1点钟的体验，野菜学校的校长黄兆庆，家己做讲师，开放式的教育，让大人囡仔家己探讨、甲了解，亲身找答案。一笔一中，师傅放功夫，师仔点步数。我今天认识了飞机草、糖花，还有菠萝蜜。菠萝蜜，哥哥嘞？火龙果。还有嘞？第一天在走的时候开始。囡仔敢若熟悉2-3种野菜，大人当然就要好好表现。我们的作业做出来了，我们选择的那个植物就是可吃的，就是芋头。芋头在哪里？芋头，我们把芋头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那确定是不是芋头？是芋头。是不可以哦。是因为它这边是红红的。哦。还有一个，而且它是心形，长心形这样子。伫野外难免会拄到意外，黄兆庆嘛趁这个机会分享保命知识。我在山上尽量预料这风。但是这是基本上，但是很多事都来不及，那逃命都来不及，还要做。但是第一件，你要保护自己头部、之类，很重要一件事。第二个的话，有多余的时间准备生活。慢炖的野菜食材，家己做料理，亲像金龟饼、火龙果是水果沙拉的主角。有人走100多公里，专工对台北来上课。嘛有的人规家伙仔出动，因拢伫田园当中学着要安怎疼惜大自然。因为平常就是我们都住台北市区嘛，所以就比较没有机会去接触那种大自然或者是一些户外植物。然后就算有看到，也可以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就是有这个野菜学校，就觉得蛮好的，接近大自然啊，然后吸收分多精这样子啊。黄兆庆有生态的专业，2020年3月就任，变成是野菜学校的校长。短短半冬的时间，对这间无像位的学校，已经有足侪想法，等要实现。
我想推的是不同的料理模式，发展出一个特殊的所谓野菜文化吧。那这是一个突破，但是这东西我认为要一段时间，希望能做到米其林。亲近土地和大自然，提供野菜文化。国内第一间野菜学校，就伫宜兰县三星乡，租300多平土地来做校园。野菜学校现任的校长黄兆庆，57岁，生态专家，伫政府的体系内底做29档。那这东西是一个创举吧，创举东西总是要一些前面的革命者，革命东西是要很长的时间。野菜学校创办人陈木成，65岁，伫教育界30档，人拢讲伊是无敌的校长。会发现周边不起眼的东西，原来他们是可以吃的。有那么一天饥荒啊，这个粮食不足啊，他们就可以在那边采集食物。是可以解决营养的问题，还有粮食不足的问题。大胆的创意，两个校长理念相同，真有变巧。创办人陈木成退休了，看到野菜生命力真强，虫害较少，还有真高生态才的特色。伊去借100万来圆伊的野菜梦，背后一群退休的老师来支持伊的梦想。这个很大没关系，它流不走。啊，这个今天刚刚晒嘛，啊，这要晒几天？这个2天就好了。无体验活动的日子，整理菜籽是陈木成的日常。伊嘛体有喜欢免乱捡菜籽，伊笑讲这是商业机密。做无简单采集来的菜籽，爱保存得好，桌顶这一罐一罐，都是陈木成对全台湾各地去收集来的，变成是野菜学校珍贵的资产。那些种子，我们找了半年了，那我们未来的1年能不能找到100个？那也不一定了哈。但是我们现在的确也找得很好，已经找了60、70个的种子了，准备上工了。校园边仔的菜园，几个月进前野的菜籽，菜色大丛又搁大颗。陈木成整理甲真熟手，看到会当采收的红青松，就是昆仑草，伊当场表演一下。那这个都是我们捡购又长出来的嫩芽，待会儿请现炒给你们吃。好。哇，还有助手。口感怎么样？味道？熟了，口感很好，有点回甘。外面都买不到，就外面买不到。对餐园到食饭岛，野菜学校推动的食农教育，离社会渐移变化。就亲像陈木成离教育界几10档，甲教育结合地方生态特色是伊的专长。伊伫新北市学校内底秉持主流的价值，推动创新的教育。做校长的时阵，捌发动贡寮海华线福联国小唱水的毕业典礼，还佫有建南国小投入火金菇的合约，拢有做侪人讨论呢。刚办的时候，的确是有家长啊、老师啊，觉得说这个很危险啊，连上级教育局都不放心啊。那但是呢，我们有5个潜水协会，100多个潜水专家。他跟我说：“你有几个毕业生？”我说：“才4个毕业生。”那我们20个人保护1个会怎么样？这完全没有问题。后来我相信专家的话，所以我们办了。那后来这个办了10几年了。为挽救即将失传的野菜农耕知识及食用文化，校长们带领一群教育与农业专家，决定发起野菜学校计划，要在大自然里盖起一所以野菜为主题的田地学校。50岁退休的陈木成，碰情的个性拢无改变。15档了后，创建野菜学校，挑战群众的募款，了解市场接受的程度。这是我的人生观嘛，人生不要
死在床上，宁可死在路上。啊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还要看，不能砍菜。还要会分辨。对，否则你就全部都砍了，把菜也砍了。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做20外档福建工课、秋春宴、烤草、搭竹仔架，拢伊包办。参加体验活动了后，决定要留下来，和大家做伙打拼。校长就笑笑的跟我们说：“我可以继续这样子走，我相信就是有大家的支持，我相信你们也会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行动就是最好的支持。”对一块山地，对一间传统的民家厝，校长野菜学校的梦想，众人支持下去做。望大家会当珍惜这块土地，守护咱的田园，让伊继续美好。用创新的教育来传承野菜文化，无像位啊，无课本，体制外的校园有历史的记忆，搁一摆甲人和大自然连接起来。欢迎来野菜学校。